每日有24個鐘，但有幾多個鐘係留俾屋企人？今晚返屋企食飯，要認真。我都要 OT 啊！你早啲返啦，阿姐成日話掛住你。時間飛速流逝，每一秒都唔等人。每日忙住返工、開會，第二日又再重複。你點返嚟啊？今日阿仔嘅功課好難啊，我搞唔掂。而我哋好似越嚟越趕唔上生活嘅節奏。媽咪，咩事啊？今晚可唔可以教我數學啊？遲啲先啦，媽咪仲有報告未交啊。一句遲啲先，可能就錯過咗一個同佢一齊成長嘅時刻。小朋友大得好快，童年得一次，錯過咗就冇辦法重來。笑一笑啊，媽咪影相啊。每個家長都想俾小朋友最好嘅教育，但係最難嘅係揾翻時間陪佢一齊進步。咁點樣先可以揾翻時間陪小朋友？10年前，我哋開始幫家長揾最適合小朋友嘅導師。10年後嘅今日 ，Tutor Circle 讓配對更優質、快捷、專業。無論何時何地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哋就喺你身邊。將教學交俾用心嘅導師，家長就可以專注陪伴，見證小朋友成長嘅每一步。Tutor Circle 10年走嚟，感謝每一位同行嘅家長、導師同學生。時間從來唔等人，教育都唔應該等。